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The World the Best。講起世界之最，你可能會諗起最貴嘅跑車、最高嘅樓，但有樣嘢係全人類都追求緊嘅目標，就係快樂。根據2026年最新嘅全球幸福報告，有一個國家竟然連續9年蟬聯冠軍，佢就係芬蘭。好多人會話人哋有錢咯，但係其實芬蘭嘅人均 GDP 並冇你想象中咁高，甚至低過美國同新加坡。到底呢個只有550萬人口、冬天到到想喊嘅北歐國家，有乜嘢魔力可以令到國民連續9年都咁開心？今日我哋就嚟拆解芬蘭快樂背後嘅5個秘密。第一個秘密係極致嘅社會信任。芬蘭快樂第一個核心係信任。喺芬蘭，社會信任度係世界之最。有個好出名嘅實驗叫掉失錢包測試 Wallet Test， 研究人員喺全球唔同嘅城市故意跌低有12個裝有錢同卡嘅錢包。喺芬蘭首都赫爾辛基，12個錢包入面竟然有11個被原封不動咁交還俾主人。呢種安全感令芬蘭人唔需要花心機去提問身邊嘅人。對比我哋喺香港，搭地鐵要孭實個袋，聽電話會驚遇到受騙。芬蘭人節省咗大量嘅情緒內耗，佢哋相信政府，相信警察，更相信陌生人。呢種低壓力嘅社會就係快樂嘅地基。第二個秘密係教育與醫療方面嘅福利與平等。當然，講快樂點可以唔講福利？芬蘭嘅福利唔係養懶人，而係消除焦慮。喺芬蘭，由幼稚園到大學，學費全免。佢哋冇名校效應，因為每間學校嘅質素都係世界級，而且幾乎沒有私立學校。香港父母最頭痛嘅贏在起跑線，喺芬蘭根本唔存在。醫療亦都係一樣，你唔使驚一場大病會令你耗盡積蓄。芬蘭嘅公共醫療體系覆蓋所有人，而且每年都設有自付上限。一旦超過該金額，後續嘅藥費同醫療費用幾乎由國家全包。當你知道無論發生乜嘢事，社會都會接住你嘅時候，你自然就會有勇氣去追求自己真正想做嘅嘢，而唔係為咗生存而打死一份工。之所以教育與醫療能夠促使芬蘭連續9年奪冠，係因為佢解決咗人類對底層嘅生存恐懼。首先，消除互相比較。當大家嘅醫療同教育資源都差唔多嘅時候，社會上嘅攀比心就會大幅下降。你唔需要為咗證明自己成功而買名車或者住大屋，因為社會地位嘅差距被縮細咗唔少。其次，提升心理安全感。心理學研究顯示，快樂嘅關鍵唔在於賺幾多錢，而係在於一個人對未來嘅確定性有幾多。芬蘭人知道，就算失業或者生病，佢哋生活水準都唔會崩潰。呢種安全網令到佢哋敢於冒險，敢於享受生活。最後，信任嘅循環。芬蘭國民睇到稅金轉化為高品質嘅醫療同教育，會更加信任政府。呢種和諧嘅社會關係本身就係快樂嘅泉源。第三個秘密係私塾精神與自然連結。私塾係芬蘭人獨有嘅文化靈魂。呢個字大概嘅意思就係極致嘅人性。芬蘭冬天每日只係得幾個鐘頭嘅陽光，負幾十度係常態，但芬蘭人唔會抱怨，佢哋會話天氣唔好只係因為你着唔夠衫，佢哋反而會將寒冷視為一種修煉。而且私塾讓芬蘭人明白，生活本來就有痛苦，快樂唔係冇痛苦，而係我有能力面對痛苦。呢種心態等佢哋面對失業、經濟波動、有人生低谷嘅時候，唔會輕易陷入恐慌。呢種情緒穩定就係長期快樂嘅基礎。另一方面，芬蘭法律規定咗每個人嘅權利，無論塊地係邊個，你都可以隨意行喺森林、摘漿果或者露營。科學證實喺森林行15分鐘，血壓同壓力嘅荷爾蒙會顯著下降。佢哋嘅快樂唔係嚟自買名牌奢侈品，而係嚟自同大自然嘅連結。當你唔開心嘅時候，行下森林呼吸一啖空氣，呢種治癒感係幾多錢都買唔到。第四個秘密，低調嘅人生觀。除咗私塾與自然連結，芬蘭人追求低調嘅人生。Lagom 呢個字雖然源於瑞典，但喺芬蘭文化入邊扎根極深。佢代表一種追求平衡嘅生活態度。佢哋追求嘅係啱啱好就好，唔追求極致嘅奢華，亦都唔追求極致嘅簡樸。
佢哋追求嘅係生活各方面嘅平衡，工作與生活嘅平衡，飲食嘅平衡，社交嘅平衡。喺香港，我哋成日因為見到人哋買名錶、買新車、住大屋而感到焦慮。但芬蘭人嘅拉貢，等佢哋覺得我而家擁有嘅已經夠用啦。當你唔再參與呢一場地位軍備競賽，快樂嘅門檻就會大大降低。其次，謙遜。芬蘭人唔中意炫耀嘅價值觀，令到每個人都更容易獲得快樂。芬蘭人覺得，如果你好有錢，你應該更加低調。喺芬蘭，如果你發達之後買一部跑車喺街上狂奔，人哋唔會投以羨慕嘅眼光，反而會覺得你好幼稚。呢種社會壓力已經走咗炫富，從而保護咗嗰啲經濟條件較差嘅人嘅自尊心。最後一個秘密就係對個人自由與生活自主權嘅尊重。芬蘭人自覺幸福快樂嘅最後一個關鍵，並唔係物質或者精神，而係對個人自由與生活自主權嘅尊重。喺香港，我哋成日感到被工作、租金又喺社會期望綁架，但喺芬蘭，社會制度賦予每個人極大嘅轉身空間。呢個唔單止係放工準時，而係一種深度嘅人格尊重。芬蘭好早就實行咗工作時間法，勞工有權決定自己何時又或者喺邊度工作，再加上佢哋有唔加班嘅文化，準時收工喺芬蘭係專業嘅表現。如果你每日加班，上司反而會懷疑你嘅效率有問題。呢個亦騰出咗大量嘅高品質私人時間去經營家庭、興趣，又係單純咁放空。再者，芬蘭人擁有隨時重啟人生嘅權利，得完善嘅失業保障同免費嘅高等教育。一個40歲嘅芬蘭人，如果想轉行做木工，又喺讀醫科，社會唔會嘲笑佢離經背道，政府甚至會提供補貼協助佢轉型。有人話芬蘭人同陌生人講嘢會望住自己對鞋，呢個笑話嘅背後邏輯其實就係唔產生眼神接觸，為咗避免俾對方施加社交壓力。同時，當你唔需要勉強自己去參加冇意義嘅飯局，又喺社交應酬嘅時候，你嘅社交壓力就會降到最低。最後一個秘密係關於自由。喺芬蘭，工作只係生活嘅一部分，絕對唔係全部。佢哋擁有世界最高嘅生活自主權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40歲想轉行，或者每日4點鐘準時收工去放工去接細路，而唔會俾人覺得你懶，或者驚俾人炒，你嘅生活壓力會減輕咗幾多？呢種對人嘅尊重，令芬蘭人唔需要為咗生存而放棄生活，因為佢哋知道每個人都有權利去定義自己嘅成功，而唔係跟住社會嘅劇本去演。自主權就係快樂嘅最高境界。總括嚟講，芬蘭人嘅快樂唔係因為佢哋擁有得最多，而係因為佢哋焦慮嘅嘢最少。我哋未必可以即刻搬去芬蘭，但係思潮精神嗰種喺逆境入邊保持強硬嘅心態，係我哋香港人最擅長嘅。可能我哋只需要每日75分鐘放低手機，去海邊行下，或者試下多啲信任身邊嘅人。快樂其實可以好簡單。你覺得香港人最唔快樂嘅原因係乜？如果有得揀，你會唔會想移民芬蘭？留言話俾我知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